后来乡亲继续来看高雄县的前县长杨秋兴挺郭台铭选总统。伊讲伊若支持这个韩国瑜选总统，就等于是早起的共犯。结果杨秋兴的面册，这2天是互韩国瑜的支持者灌甲白。再去杨秋兴开记者会，呼吁韩国瑜唔通绕跑，爱好好做市长。伊讲韩市长是这个早期犯，伊嘛来道歉。韩国瑜是回应讲，政治是一时的，朋友是永远的。伊讲杨秋兴挺郭台铭，伊嘛甲因祝福。我们实在是没想到韩国瑜也会想选总统。那你如果留在高雄，把市政好好镇守高雄，那台北当然是还需要出现那如果郭台铭出现，这个组合我是觉得100分。高雄县前县长杨秋兴开记者会，呼吁韩国瑜莫做绕跑市长。对于前几天选择站出来挺郭台铭，伊的面书就真侪留言。伊强调，家己若是支持韩国瑜选总统，就变成诈欺共犯。因为你用了“诈欺共犯”这么强烈的字眼，用的词过重过当我也会表达歉意我想也表达歉意。目前担任高雄市两化小组调查人的杨秋兴，过去曾经嘛是韩国瑜的副选台长，甚至伫选后嘛传出要担任副市长，最后煞无进入市府团队。袂少人猜测这个举动是咧报复，但是伊后人对着杨秋兴选边徛韩国瑜做出回应。杨秋兴县长愿意帮郭台铭董事长的话，了解南部的人情风俗习惯各方面是非常重要的。那大家都是好朋友。也真的再一次祝福。过去画面内，2个人好交情，随着参选总统的纷纷扰扰，发生变化。